大家好，我係臨床腫瘤科專科李維賢醫生。我哋睇返2023年癌症資料統計嘅數字咧，該年大概有5600個人患有乳癌嘅。咁但係我哋睇返10年之前啦，就係2013年啦，其實都係大概3600宗左右。咁所以見到呢10年其實上升都上升得幾多。咁我哋講緊咧乳癌嘅高風險嘅人士啦，當中就包括一啲年紀大嘅人啦。咁另外咧就係有家族遺傳嘅啦，早嚟經期啦、遲收經期啦，或者係未生育過嘅女士，或者係咧第一胎生育嘅年齡比較遲嘅，咁都會有機會係風險高啲嘅。咁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底下啦，就需要全個乳房去切除嘅，可能係帶有呢個家族性遺傳基因嘅患者啦。咁我哋都會建議佢成個乳房去切除嘅。咁亦都有啲病人咧，可能咧佢個病灶嘅發生嘅地方唔係淨係喺一個地方嘅，我哋都會建議去做一個全個嘅乳房切除嘅。講緊咧，如果係零期或者第一期嗰啲啦，嗰個5年存活率咧可以係90幾個%，甚至係挨近100%。